为什么不下来的原因？以前这个地区是水跟水，那有一个主水先到这里。阿美族。对，他不是到这里，到海边。但是他们那个是他们也很熟练啊，他们手里也会进来呀。一进来以后，这个都是他活动的范围，而且他会抓鱼，这个鱼都有鱼啊，他一直抓到里面来啊。所以德罗工人下来的话，一定是丝绸如底，你跑到了我这边的情况就打起来了。一般说的，我们在平地上我们打不过阿美族，一个阿美族多，他地形熟，但是一进山到这里，他大概阿美族不敢下来，但是我们这里也不能住，他会进来，所以他这个都在上面啊。到了日本人来了以后啊，那个是到了应该是五十事变之后，就大量的下来了，都是集中在下面了，都是日本人。那个时候这边也有人住了啊。这个地方好像都在曾经住过这里的人，好像都在从爬山上山。如果你体力不够的话，你就休息一下，喊一声，不然一走，越来，最后壮士一去不复返啊，那不可以啊。我该如何？